后来，这个7月开始进入到风台的季节，气象署今仔日举行风台展望的记者会，预告讲今年的7月到9月气温是偏悬到正常，雨量嘛正常，若风台的数量同款嘛是伫正常的范围。通常在7到9月份这个季节的台风最常经过台湾附近的就是2种路径。第一种就是往西移动的过程当中，接近台湾的话，也有可能对台湾造成影响。另外一种就是在台湾的东侧这里北转，那只要北转的区域够靠近台湾，一样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。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以3到5个这个的几率是最高，而这也是台湾正常的几率值的正常的气候值状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